Hello，大家好，咁歡迎收睇衰衰 channel。咁呢條片咧就係本頻道嘅第一條片嚟嘅，而今日係2025年11月17號嘅。我想同大家講下咧，就關於奧運，唔知大家有冇聽過香港有機會舉辦奧運喎？我聽到嘅時候咧，我都覺得有啲 surprise 嘅咁所以我就想講下。但其實呢個消息係幾日之前啦已經。但我見到好似冇乜人講。咁可能我睇唔到啦咁所以我就想特登講一講下。根據網上星島 USA 嘅報導啦，佢哋就話啦，由粵港澳共同舉辦的第15屆全運會而家進行得如火如荼啦。國際奧委會終身名譽主席巴赫喺11月12號，即係星期三啦，就到訪啟德主場館睇我哋嘅七欖球賽，即係應該係七人欖球賽啦。咁佢就形容啦，睇完之後就話形容啦，大灣區擁有好多世界級嘅運動設施，具備申辦呢個奧運嘅一切條件。咁咧呢位國際奧委會終身主席嘅一句說話咧，就令到香港聯合廣東同埋澳門以大灣區名義申辦奧運呢個想法咧，就覺得咧聽起嚟咧就唔再係異想天開啦，即係覺得喂實話有一撇咯，即係起碼有個奧委會嘅高層認同香港同埋廣州同澳門、粵港澳呢三個地方係具備申辦奧運嘅條件。咁呢個時候咧，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咧就走出嚟講啦，佢就話佢認為大灣區可以申辦2036年嘅奧運。民政事務局前局長徐英偉亦都出嚟講啦，就話今次全運會嘅經濟咧可以成為大灣區走向奧運會嘅基礎喎。咁到底係咪咧？唔知，因為2036年咧仲有成11年時間啦嚇，好多變數都好難講嘅。我哋繼續講個報道先啦，繼續睇個報道啦。香港申辦奧運咧，以往聽起嚟咧就係好似天方夜譚咁啦，但係今次全運會成功舉行，反映咗大灣區咧城市處理到大型嘅賽事能力同埋協同效應。咁申辦2036年嘅奧運咧，就似乎唔係一場夢啦。粵港澳大灣區若果能夠主辦奧運會咧，就將會係歷來首次由多個城市共同舉辦，而呢個破天荒咧並非不可能。當然啦，你話辦就其實會有好多難關嘅，會有好多門檻嘅。咁我哋睇下到底粵港澳大灣區有啲咩條件啦嚇，即係講緊嘅係廣州啊、澳門啊同埋香港啦。根據香港01嘅報導，佢哋就咁樣講啦。佢話喺場地方面咧，廣州就唔只有舉辦亞運會嘅硬件同埋經驗，以今次第15屆全運會嚟講，舉辦開幕式嘅廣東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啱啱先翻新，澳門嘅東亞運動會體育館亦可以舉行多元嘅項目，而銀河嘅綜藝館亦都最近落成咗啦。再加上香港嘅啟德體育園同埋單車館等等，更加係冇得講噶啦，更加應該係合資格啊！呢個條件係毋庸置疑嘅。但係交通方面咧，大灣區咧，如果共同主辦奧運會嘅話咧，距離咧亦都唔算係最大挑戰，因為咧比起布里斯班奧運舉行賽事嘅陽光海岸同埋黃金海岸嘅時候，香港同埋廣州嘅距離比佢哋仲要近喎。不過咧就3個地方就因為涉及到出入境啦嘅問題，從外地嚟嘅遊客就必然要穿梭大灣區唔同城市之間，甚至係1日之內來回。咁呢樣嘢其實依家全運會都做緊嘅因為依家全運會嘅項目咧就係喺澳門又有項目舉行啦，香港又有項目舉行啦，咁深圳都有係啦。
咁但係問題係咧，你要將呢一啲問題，你點樣可以解決呢啲交通嘅問題咧？咁你要將佢同國際奧委會説明，係説明交通係可以便捷嘅，同埋係環保低碳。咁呢個咧就係一個重點嘅工作，係啦。咁至於點解會諗住喺2036年舉辦咧？嗱，其實咁樣嘅，因為咧下一屆奧運會咧，咁喺2028年啦，其實已經決定咗係喺美國洛杉磯上演嘅啦。至於即係下一屆再下一屆啦，2032年咧就已經決定咗係由澳洲嘅布里斯班主辦。咁跟住就到2036啦。咁2036年咧就預計係會重返亞洲地區舉行。咁目前咧亦都有印尼、南韓等國表明咗有意申辦嘅。咁其實除咗印尼咧、南韓佢哋有意申辦之外咧，咁其實我想講下，其實係另外仲有地方係確定咗佢哋係要申辦噶啦。咁呢個地方亦都係香港嘅勁敵嚟嘅呢個。咁呢個地方咧就係叫做卡達爾。位於卡達，係喺卡達爾裏面嘅一個城市叫多哈。有唔少香港人咧仍然記得啦，佢哋當年係點樣擊敗作為大熱門嘅香港，即係我哋啦。攞到2006年奧運會嘅主辦權。其後佢哋又舉辦咗2022年嘅世界盃，留下咗多個頂級嘅球場，並引入先進嘅冷氣系統，而且將會喺2030年再次舉辦亞運會。咁多哈咧，今年7月嘅時候咧，就已經確認將會申辦2036年嘅奧運會啦。兼且成立咗專責委員會，個姿態咧係非常之積極嘅。所以咧，粵港澳如果想成功申辦到2036年嘅奧運嘅話咧，而家就要超前部署啦。哇，真係犀利，係啦，即係起碼。我聽到其實我都係有啲 surprise 同埋驚奇啦。話香港申辦奧運，你都知啦。其實喺香港不嬲嗰啲乜乜會啊、東亞會啊、亞運會啊、乜乜會啊，其實基本上我哋香港人係唔會諗話，喂會唔會喺香港舉辦啊？不如香港舉辦啦。其實通常即係好奇怪，唔會去諗噶。可能香港係一個商業社會啦，通常我哋係會諗啲同商業啊、賺到錢啊有關嘅。咁體育呢啲場地會唔會喺香港舉辦咧？其實不嬲，我哋都好少會去諗啊。咁繼續講啦。咁其實2年前咧已經有智庫組織提倡過香港聯同大灣區嘅城市申辦奧運啦。認為咧咁樣嘅話咧就無需額外投資一啲基建，即係唔需要再去起啲額外嘅體育館啊、一啲場地嘅設施咁樣嘅話咧就可以令到呢個申辦奧運嘅利益咧有望超過300億港元喎。哇，咁都唔錯啊！你而家香港財赤1000幾億，係咪先？咁當然啦，辦當然一回事啦，時間仲好長遠嚇。咁但係咧，歷屆奧運咧嘅主辦國其實大多數都係蝕本收場嘅喎。點解咧？因為咧好似舊年巴黎奧運咁樣啦，佢就係賺錢嘅。點解賺到錢咧？就因為咧佢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咧，就係因為佢用現有嘅資源，佢有95% 嘅比賽場地咧係用現有嘅場館或者結合場地嘅市嘅地標。例如港人最深刻莫過於劍神張家朗喺巴黎大皇宮奪金啦。咁喺艾菲爾鐵塔下搭建臨時嘅沙灘排球場，咁亦都被譽為奧運最靚嘅場地啦。咁所以咧，點解有志郎就話：喂，如果香港聯同大灣區其他城市舉辦奧運嘅話咧，就可以有望個利潤可以超過300億港元，就因為我哋唔需要再起額外嘅基建因為深圳都有體育館啦，澳門又有啦，廣州又有啦，香港又有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已經有齊晒噶啦。你最多係可能要臨時起一啲臨時設施，咁其實嗰啲使唔到幾多錢嘅啫。跟住，但係有記者就提問到佢話香港財政上係咪可以負擔到啊？喂，而家過千億財赤嚟緊都仲未見到可以收支平衡嘅階段，即係我咁樣諗啦嚇。
記者問完之後咧，就有位香港高爾夫球總會主席林思健就話啦，係咪林思健咧？我睇下先，林思健係咪？係啊，林思健啦。咁林思健咧，佢就話啦，呢個我哋唔使擔心嘅。我相信我哋咧，如果攞到奧運嘅主辦權翻嚟咧，除咗政府之外咧，亦都有好多私人機構咧去支持我哋財政嘅，去支持即係支持佢哋申辦啦。咁係咪啊？講真，呢個講唔埋嘅。咁當然佢咁樣講，我哋照咁樣睇啦。咁佢話咧我覺得香港同埋大灣區嚟講咧，對於融資同埋點樣喺財政方面負擔一個項目咧，我相信我哋係好多經驗嘅，亦都相信呢方面就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呢個高爾夫球總會主席林思健就咁樣講啦。咁另外咧文體旅局局長羅淑佩喺今年7月咧接受星島訪問嘅時候，佢亦都講過，喂，申辦奧運咧就屬於國家行為嚟嘅，辦賽事咧亦可勝不可敗，並唔係話輕輕鬆鬆講下就算嘅。咁當然啦，你而家聯同國家嘅城市一齊舉辦，你做得嘅就梗係要可勝就不可敗噶啦，係咪先？就唔係話喂，你輕鬆咁樣講下就算。咁佢就話啦，同時咧需要嚴謹咁樣咧去評估公共嘅財政同埋資源等等。對於巴克指灣區有條件申請奧運咧，局方口徑就不變，強調申辦奧運咧屬於國家行為，辦賽不容有失。現階段咧專注辦好全運會，並視乎全運會經驗檢視舉辦大賽能力。特區政府同埋中央有良好嘅溝通嘅，不嬲都。咁我自己又覺得啦，你舉辦奧運咧，你既然要同內地其他城市一齊舉辦啦，咁呢個就係一個國家政策，並唔係話香港單方面嘅意願就可以成事。因為你到依家嚟講咧，條新聞其實係幾日之前嘅，咁喺香港嗰邊咧喺度啲人喺度講啦，咁但係就未見到內地啲官員同埋內地其他城市嘅體育方面嘅人士喺度講嘅，咁所以就唔知道係點嘅。咁繼續講啦，我哋咁當大家咁興奮去討論呢樣嘢嘅時候咧，政務司司長咧陳國基就出嚟就話啦，佢話我哋應該要心頭高，因為國家辦奧運會咧，講錯，佢話因為國家咧辦運動會係十分專業嘅，可以話個水平已經達到國際化水平啦，以及對香港嘅國際形象都會有幫助。但係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咧，就咁樣講喎，佢就話其實奧運嘅收益咧就並唔係想象中咁巨大嘅。佢就話奧運嘅收益咧並唔係想象中咁巨大，有能力有意願申辦嘅國家亦都會越嚟越少，令到國際奧委會咧非常之頭痛。佢咁樣講，我唔知咁其實如果能夠舉辦到奧運咧，我係覺得係一件榮譽嘅事嚟嘅。咁你直至到依家依家全世界嚟講都冇一個國家話咧，喂，佢覺得舉辦奧運咧其實就唔係咁大不了嘅啫。仲話喂，即係仲咁樣講嘢啦。咁佢就話佢又繼續講啦，佢就話咧，中國嘅國際地位咧與日俱增，與2008年北京奧運嘅情況就有所不同啦。就話現時無需靠奧運彰顯國力。佢又話香港融入大灣區嘅速度值都唔算快其實我覺得都快噶咯，特別係李家超上咗台之後仲唔快咁佢又繼續話啦，未來咧需要集中搞經濟建設同埋融合，花力氣申辦奧運咧就
花力氣申辦奧運就可能會轉移咗個焦點，即係嘥幾事啦，覺得係咪？但係其實我想講，你世界上咁多個國家都冇話去嫌棄去申辦奧運，即係佢咁樣講，其實好似係潑咗冷水啦，好似喂覺得奧運都唔係咁大不了啫，無謂嘥幾事啦，係咪？咁但係喂，你至到依家美國，其實嚟緊美國都係已經定咗佢係主辦奧運嘅。咁美國作為世界嘅龍頭大哥，佢都唔會咁樣講，佢都未咁樣講話。喂，其實搞奧運都唔係話搵好多錢嘅喎。咁同埋我哋個國力日趨增大，影響力越嚟越大，我哋唔需要搞奧運啦，係咪先？咁辦下奧運咧，其實都有好處嘅啫，我覺得係啦。喺好處方面咧，嗱，我覺得大灣區如果你能夠申辦到奧運咧，除咗提升到香港喺大灣區同埋國際上嘅形象，兼且可以提升到香港喺國際上嘅地位之餘咧，我啊覺得亦都可以帶來一個招商引資嘅效果。但係咧，舉辦奧運咧牽涉到大量嘅公帑同埋資源，咁香港近年就真係陷入咗財赤㗎。咁呢個真係要慎重考慮。咁但係咧，有議員咧。咁有議員咧就同意嘅，佢就同意先檢討全運會嘅經驗，然後咧就再從長計議。始終奧運涉及全球，複雜性高好多。例如大灣區奧運以邊一個地方做中心咧？選手村又位於邊個位置咧？人員流動方面又點樣安排咧？等等。咁背後咧亦都需要國家級嘅戰略同埋高層次嘅協調。對於大灣區申辦奧運呢個建議咧，政府近日主辦嘅立法會選舉論壇咧，就不妨考慮一下呢個問題。好，咁呢一節嘅內容咧就講到呢度。咁如果大家中意我條頻道咧，就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咁like 同埋 share 出去。如果有咩意見，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咁呢條片係我今日同埋呢個頻道嘅第一條片啦。如果講得有啲咩唔好，請多多包涵。我哋下一條片見啦。拜拜。